咁我哋今日咧講題咧嚟到一個新嘅系列，咁我就咧定為咧舊約僕人傳，因為我好多時好中意睇唔同嘅成長故事，因為當你睇嗰啲成長故事嘅時候咧，唔多唔少，你會喺嗰啲人嘅成長故事裏邊咧得到一啲嘅提醒，或者得到一啲嘅啟示。今日第一個想同大家分享咧就係約瑟，大家都好熟悉嘅名字。因為咧喺創世記咧，由第37章到最後一章，都係講佢嘅故事。咁我當然唔可以成個故事好詳細話俾你聽，因為如果唔係咧，讀一次咧都夠鐘啦。咁我只可以咧講一啲，篩選一啲佢重要嘅事蹟。但係我相信佢呢個事蹟裏邊會同我哋每一個弟兄姊妹都有關聯。所以一陣間咧會有一個部分咧，我定佢個名咧就為約瑟和陶造佢嘅功臣。約瑟同陶造佢嘅功臣，因為我深信喺我哋嘅成長裏邊，到大家今日，可能我哋今日在座有啲20幾歲、30幾歲，喺你唔同嘅日子裏邊，你可能會遇到唔同嘅人，但係遇到嘅人一定唔會全部都係好人嚟嘅，起碼對你一定可能有啲人傷害過你。所以一陣當我去重述約瑟嘅故事嘅時候，我好想你諗下，有冇一啲人，有冇一班人係浮現喺你嘅腦海裏邊？因為原來可能呢啲人，原來對你嘅一生好重要嘅意義。當我陣間大家一路去諗翻約瑟嘅故事嘅時候，你可能會俾佢評語就係話：哎呀，呢個人真係慘啦！起碼喺佢上半生好慘、好坎坷。佢咁坎坷呢，最主要我覺得可能有5個原因令到佢人生坎坷。我先講頭嗰4個。第一個呢，就係佢有一個偏心、好偏心、極度偏心嘅爸爸。點解話係偏心呢？其實咧講翻少少，佢爸爸咧就係雅各。約瑟嘅爸爸就係雅各。雅各本來咧係一個細仔嚟嘅，佢仲有個哥哥。咁而咧一般咧就係哥哥咧就有長子嘅名分。長子嘅名分咧有好多好嘅地方，有祝福，有爸爸嘅祝福，亦都咧可以繼承爸爸好多嘢。所以雅各咧以前咧係用咗啲計，出咗啲蠱惑，去呃咗哥哥嘅長子嘅名分。結果之後咧，佢俾哥哥咧追殺，佢要走佬跟住咧就去投靠佢嘅舅父拉班。結果去到投靠舅父嘅時候咧，咁寄人籬下啦咁。哇！咁但係見到一個好美麗嘅女孩子，就係叫拉結，就係佢舅父嘅細女嚟嘅。咁然之後咧，佢話：哎呀，我想咧就娶你個女咧拉結啊咁。咁舅父話：好啊，我啲女咧能夠嫁俾你都係好噶。咁啦，你幫我做7年嘢，打7年工，我就將我個女許配俾你。哇，咁好啊，即刻應承。咁咧聖經就形容咧話咧，佢因為深愛拉結，佢就睇7年如同幾天。哇！好愛佢啦，7年咁長，佢都當係等幾日啫咁。跟住約瑟同拉結生咗第一個仔，即係佢哋嘅大仔。咁咧就係我哋今日所講嘅約瑟。約瑟。咁聖經就話咧，約瑟咧係雅各咧年老所生嘅，係佢90歲先生約瑟。咁所以咧就聖經提到咧，佢好愛呢個仔。喺37章3節創世記裏邊話咧，佢話以色列原來愛約瑟過於愛佢嘅眾子，因為約瑟係佢年老生嘅。其實唔止約瑟係佢年老生，其實我哋仲諗咧，就因為第一，佢係同拉結生嘅第一個大仔，同埋當拉結生第2個小朋友嘅時候咧，其實係難產而死嘅，所以可能將呢啲感覺都投射晒喺個大仔嗰度。咁所以最緊要呢一句咧就話佢俾約瑟做咗一件彩衣，一件7彩好靚嘅衫。咁雅各咧就有4位妻妾㗎，全部嚇。咁其實咧，如果大家睇個表咧，約瑟咧係排第11嘅嚇。咁但係雅各心目中咧就視佢為長子，所以解釋到點解俾件彩衣佢。嗱，可能咧睇一啲書咧，好多人爭拗就話呢件衫未必係彩色嘅。但係當我哋睇聖經原文咧，嗰個字咧都係解一啲特別嘅衣服，
係長袖同埋長到及膝嘅，所以一定呢件衫係特別啲嘅。咁同埋咧，肯定咧就係因為嗰陣時猶太人嘅規矩咧，就係長子先有件最特別嘅衫，所以昔日佢都係咧着咗哥哥嗰件好靚嘅衫，然之後去見爸爸嘅。咁既然你就話嗱，咁如果長子，如果你睇呢個表，第一應該都係流便先啦，然之後仲有其他哥哥，起碼點樣排都未輪到第11個。但係因為頭嗰3個哥哥咧，都因為做咗啲唔好嘅嘢，冇咗長子嘅名分，理應係到猶大。但係我哋睇到極度偏心嘅雅各，都係俾件最靚嘅衫、最特別嘅位置俾咗約瑟，所以就令到啲哥哥更加嫉妒佢。喺第37章4節嗰度話，約瑟嘅哥哥見父親愛約瑟過於他們，就恨約瑟，不與他說和睦嘅話。恨約瑟，不與他說和睦嘅話。除咗佢有一個偏心嘅爸爸，另一個原因可能係出於約瑟嘅性格，令到佢哥哥唔中意約瑟。喺創世記37章2節下嗰度咧，你特別會睇到咧，就話咧，因為約瑟將佢哥哥嘅惡行話俾爸爸知。嗱，唔知你有冇啲仔女咧？有時嚟同你打下小報告嚇。一般人都唔中意打小報告嗰啲人，嗰啲叫做咩？3個字，係啦，就係篤背脊。咁你哥哥已經唔中意佢啦。啊，你篤我背脊咁樣。咁然之後仲有喎，佢係一個咧好直率嘅人嚟嘅，講得好聽，好直率，有碗話碗，有碟話碟。有一日，咁約瑟就發咗一個夢，喺創世記37章6至8節咧就咁講。約瑟就叫晒所有哥哥同埋細佬嚟，佢話：請你聽我講下我發嘅一個夢。咁佢就話咧：我喺田裏邊咧，我哋喺田裏邊咧就喺度整嗰啲禾稈啦、禾稼啦咁樣。然之後突然間咧，即係約瑟話：我嗰個禾稈咧就企起身，哇！個禾稈草自己企起身喎。然之後咧，其他禾稈草向我個禾稈草下拜，哇！咁佢啲哥哥聽到之後咧就好嬲啦，跟住佢話：啊，你而家係咪要管轄我哋啊？喺第8節嗰度，你係咪要管轄我哋啊？係咪就係因為佢嘅夢？嗱，佢話因為佢嘅夢而越發就恨佢嚇。咁呢個人即係我哋話可以話直率，因為好老實講，如果有一日大家發咗個咁嘅夢，你話啊，我突然間發夢，使命浸信會全部弟兄姊妹嚟我屋企向我下拜。你會唔會同我講話，女傳道啊？一陣報告事項，你可唔可以俾少少時間我啊？我想報告一個夢啊！咁我諗你都唔會咁做啊。講得簡單啲，你都唔夠膽咁做啊？係咪啊？但係約瑟咧一啲都唔識睇人嘅眉頭眼額。講完第一次，我諗啲哥哥已經掘住佢噶啦，都仲唔識醒目。第二個夢又再講，今次唔單止叫晒所有哥哥嚟，佢仲叫埋阿爸嚟。講嘅夢係咩咧？喺37章9至11節，後嚟佢又做咗一個夢，亦都話晒俾佢啲哥哥聽。佢話：你睇，我發咗個夢，夢見太陽，夢見月亮，仲夢見11粒星。哇，好清楚喎！11粒星，仲唔係佢所有兄弟姊妹？咁太陽係邊個咧？佢爸爸識聽啦。所以第10節，約瑟就將呢個夢告訴俾爸爸同埋哥哥嘅時候咧，佢爸爸就責備佢。可能係人生唯一一次責備佢嚇，咁就話：你做嘅係咩夢啊？即係你發咩夢啊？嚇，唔通我同你媽媽同你細佬阿哥都要拜你啊？咁跟住佢哥哥都窒到佢，爸爸就將呢句話存喺心裏邊。大家有冇留意到？又係窒到。如果你仲記得有一次我講到第一宗嘅謀殺案啊，即係呢個歷史上第一宗謀殺案都係因為嫉妒而起嘅，大家都可能幻想到約瑟嘅下場未必太好。第三個可能嘅原因令到佢咁悲慘，就係世人都有私慾嘅，每個人心裏邊都有私慾。聖經講有一日，當約瑟嘅哥哥就去示劍牧羊，因為佢哋係牧羊人嚟噶嘛。咁咧雅各咧，即係佢爸爸就打發約瑟，你去睇哥哥
牧羊牧成點，平平安翻嚟報信俾我聽咁樣。然之後咧，聖經就話約瑟咧又着住佢件彩衣，佢真係好中意着嗰件靚衫啊！又着住件彩衣，然之後去揾哥哥完成爸爸嘅任務。約瑟嗰陣時，聖經話係17歲，但係佢同佢爸爸都細估唔到呢次嘅別離，一去就係22年之後先再相見。約瑟咧就從希伯倫谷就去示劍揾哥哥。如果你地圖咧，你淨係睇粉藍色嗰個箭嘴，佢就係上去示劍揾佢哥哥。但係行到一半嘅時候咧，佢哋迷路，即係佢迷路啊約瑟。然之後佢迷路嘅時候咧，可能有人見到佢好彷徨，跟住就問呢個後生仔：喂，你做咩事咁彷徨？跟住約瑟就話：哎呀，因為我要揾我啲哥哥啊咁。跟住佢哋就話：哦，你哥哥走咗啦，佢去咗多攤嘅一個地方，去咗多攤。嗱，如果我係約瑟咧，可能我就話：哦，咁我就翻屋企啦。點解咧？因為原來咧由嗰度再去多攤咧，有聖經研究嘅學者咧就話要63公里，即係要咗幾日嘅路程。如果俾我咧，我就翻同爸爸講：哎呀，去到咁遠喎，我仲去唔去啊？咁樣。結果約瑟就追去揾哥哥，亦都係呢個追去揾哥哥，令到佢一生都改變。去到多攤嘅時候，約瑟嘅哥哥遠遠見到約瑟，發生咩事咧？梗係唔係熱烈歡迎佢啦，係咪？哇，細佬你嚟啊，真係好啦咁樣。跟住佢一見到聖經37章18至20節咁樣講，佢哋遠遠睇見佢，趁佢未走到跟前，大家就話不如殺咗佢。哇！你話佢都算幾毒喎呢班哥哥嚇！突然間諗到第一樣嘢就係話殺咗佢，然之後佢仲話：你睇發夢嗰個嚟啦咁。哇！幾鄙視嘅喎嚇！以前有啲人咧唔中意我嘅時候咧，我去講講座咧，佢話：你睇會考0分嗰個嚟啦咁。哇！佢真係幾憎我啊嚇！咁結果跟住佢哋就彼此議論咩咧？去到第20節，佢話：不如咁啦，殺咗佢，掉喺個坑度，然之後由佢俾野獸食咗。跟住嗰句顯示佢哋好憎佢，就係話睇佢個夢將來發成點。我掉咗你落坑，睇你仲有冇得發夢。喺雅各書4章1至2節都對我哋有好嘅提醒。佢話：你哋中間好多時有爭戰鬥毆，係從邊度嚟嘅咧？就係從你百體裏邊嘅私慾而嚟。其實所有我哋嘅爭鬥拗撬，原來你一路追到個點解咧？其實可能就係你自己有你自己嘅私慾，以致到破壞晒好多嘢。的確，佢哋好憎約瑟，的確佢哋好憎爸爸咁偏心，所以好想除咗呢一粒眼中釘。但係都應該係感恩嘅，因為約瑟10個哥哥裏邊只有大哥流便想救佢嗰一刻。喺創世記37章21到22節咁樣講，流便就聽咗佢哋話要去害佢嘅時候咧，就要救佢脫離佢哋嘅手，就話我哋唔好害佢嘅性命，又話唔可以流佢嘅血，可以將佢丟喺呢個野地嘅坑裏邊，但係唔好害佢。其實流便嘅意思係想救佢脫離佢哋嘅手，歸還翻俾父親。咁對約瑟嚟講，即係呢個都唔知係幸運定係不幸啦。佢哋真係聽咗大哥嘅主意，真係剝咗佢件外衣，即係話嗰件彩衣，然之後掉喺個坑裏邊。嗰個坑係空嘅，裏頭連水都冇。跟住仲恐怖，掉完之後，佢哋成班哥哥一齊食飯，坐喺度食飯，繼續可能商議點樣害呢個細佬。結果當一路食飯嘅時候，創世記繼續講37章25到27節。當佢哋坐低食飯嘅時候，佢哋望一望，見到有班人嚟。原來呢班人咧就叫以實瑪利人。其實佢哋就係路過，因為落埃及其實係做生意做買賣。猶大就同眾兄弟講：嗱，如果我哋殺咗我哋嘅兄弟咧，藏咗佢嘅血係冇益處嘅。嚟緊咧2月19號，我會講一篇道咧，係關於獻祭，你就知道原來流人血咧喺聖經特別舊約嘅角度咧係好大件事。咁所以佢就話對我哋嚟講係冇益處嘅。然之後喺27節，佢話我哋不如將佢賣俾呢班
做生意嘅人，我哋唔好害佢，因為佢始終係我哋嘅兄弟，我哋嘅骨肉。好似都有啲良心係咪啊？突然間知道咗，原來佢係我哋嘅兄弟，係我哋嘅骨肉。咁啲人聽到話，好咯，又唔使流佢嘅血，仲有錢收喎。收幾多錢呢？原來咧聖經就話咧係20舍客勒嘅銀子，原來就係等於當時一個奴隸嘅工價，差唔多就係20舍客勒嘅銀子。咁跟住約瑟嘅去向去咗邊呢？俾人唔賣啦。喺37章最後一節同埋39章第一節都有交代。你見到兩節嘅經文，你都睇到喺36節最尾就話賣咗俾一個護衛長，叫做波提乏。下邊第一節都話咧，佢係法老嘅內臣嚟嘅，即係啲官裏邊去做一個工人，俾人賣咗去。講完3個原因，第4個原因係咩呢？就係關於約瑟嘅外貌。佢嘅悲慘遭遇都關約瑟嘅外貌事。你估佢係衰靚仔啊，定係衰樣衰呢？衰靚仔係咪啊？睇落去咯。感恩咧，耶和華同約瑟咧同在啊！喺創世記39章2至5節咧，我哋而家睇第2節啫。就係約瑟咧就住喺佢主人埃及人嘅家，因為奴隸係冇自己屋企噶，一定係住喺嗰個主人嗰度。咁耶和華同佢同在，佢就百事順利。點樣睇到呢？相信嗰陣時咧，佢嘅主人波提乏咧嘅日子過得好舒服。當佢有咗呢一個工人之後。因為咧喺創世記39章6節咁樣講到，佢話波提乏咧將一切所有嘅都交喺約瑟嘅手中，除咗自己所吃嘅飯，別的事一概不知。哇，咁都幾好喎，信晒約瑟咯，係咪啊？即係除咗佢自己幾時食飯食咩飯，佢知道食咗咩落肚之外，其他乜嘢都唔知。佢好信佢，但係只可惜。第4個原因就係令到約瑟再次陷入險境，就係喺39章6節下嗰度講，你哋講得啱啦。約瑟原來秀雅俊美，哇！聖經話秀雅俊美，咁唔知秀雅俊美係點嘅咧？咁啊約瑟原來總之係一個靚仔。我諗喺呢個世界上咧，好多人都想做靚仔嘅，呂俊都係其中一個咁咧就想做啫咁你就覺得靚仔又好啊，有好處啊，係咪？大家人記得你啊，咁樣咁好似好多着數啊，唔知係唔係咁但係咧，約瑟卻因為靚仔，佢得到嘅絕對唔係着數，而係一隻死貓。點解死貓咧？喺39章7至20節嗰度咧，佢話呢件事之後，約瑟同佢嘅主人嘅妻子以目送情俾約瑟。記住係以目送情俾約瑟啫，唔係眉目傳情。佢哋冇傳過，只不過係嗰個太太想電約瑟，就話呢個好都係不顧廉恥啊！就話咩咧？咁直接過以前啲人，你同我一齊瞓覺啦咁。哇！你都接咧係咪？咁講完一次就算啦。跟住點知咧就成日叫。喺第9節咧，約瑟都回應得幾好。佢話喺呢個屋企裏邊冇比我更大嘅，因為佢主人交晒俾佢，信晒佢啊嘛。並且主人冇留低一樣嘢唔俾我，淨係留低你，因為你係佢嘅妻子。我怎能作這大惡得罪神？呢個係所有大家拒絕做所有人叫你做唔好嘅嘢嘅最好最應該嘅理由，係咪啊？就係話我哋唔可以得罪神。聖經就話繼續咧，後來咧嗰個太太仲要天天同約瑟講。天天叫佢一齊瞓覺，約瑟唔肯。有一日，當約瑟要翻屋企，即係去佢屋企做嘢嘅時候，點知12節裏邊話嗰個婦人就拉住佢件衫，然之後就話：哎呀，你同我瞓覺啦咁樣。約瑟咧就：哎呀，真係谷氣啦，淨除埋件衫，一怒之下走咗。咁啊大件事啦，衰人即係衰人，自然有啲衰人嘅講法。跟住佢即刻就叫晒屋企嗰啲僕人嚟，佢話：你睇，即係捉住佢件衫啊！呢個你哋揾翻嚟嗰個希伯來人啊，竟然間對我做啲咁嘅事啊！跟住然之後衰人其中一個方法就係喊啦，跟住咧就好慘咁樣，好慘啊！你做我做主啊咁樣，跟住咧就繼續培養情緒啦。聖經就話啦，跟住咧就繼續咧就等
個主人翻嚟，即係佢老公啊，又拎件衫出嚟，又係咁投訴佢，然之後就喊，跟住下一個鏡頭，約瑟就係呢個鏡頭，佢就要坐監啦，因為你咁大件事調戲主人嘅太太。嗱，但係我哋睇呢件事咧，都睇到上帝嘅祝福嘅，因為咧，當我哋研究嘅時候，其實當時如果你犯咗呢啲嘅罪，其實唔係坐監咁簡單，係死罪嚟嘅。但係我相信，一來可能就係判嗰個人都唔覺得約瑟係咁，或者話上帝有保守，所以佢都係坐監啫，都係坐監。結果去到39章21至23節，但耶和華與約瑟同在，向佢施恩，使佢喺私欲嘅眼前蒙恩。蒙恩，因為耶和華喺第23節，因為耶和華同約瑟同在，耶和華使佢所做嘅盡都順利。當我去到監獄嘅時候，聖經就記載咧，就話咧，約瑟要擔當一個好重要嘅位置，連監獄長都信晒佢，叫佢做一樣咩呢？原來當時啲人研究埃及嘅歷史咧，真係喺監獄裏邊有一種職位，就叫做監獄嘅文書，即係負責做記錄，係記錄晒所有囚犯嘅嘢嘅。咁原來咧，嗰陣時約瑟咧就要擔任保持住所有囚犯嘅記錄，所以睇到真係第一佢自己好盡忠，第二睇到上帝對佢嘅保守。其實喺約瑟成個坐監嘅過程都有一啲小插曲，不過今日冇時間講晒。但係當佢其中一樣係幫咗法老解夢，然之後令到法老提升佢成為全國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嘅首相。喺創世記41章42到44節，特別44節裏邊話，法老對約瑟話：我係法老，喺埃及全地，如果冇你嘅命令，冇人可以擅自辦事。哇！一個本來賣去嘅奴隸，躍升到成為首相，成為宰相，簡直係有上帝好美麗嘅安排。所以最後一個原因，我哋都相信，佢自己都相信係上帝嘅旨意，令到約瑟有咁悲慘嘅遭遇。去到嗰陣時，迦南地即係話約瑟嘅舊居啦，迦南地有饑荒。雅各咧，即係佢爸爸咧，就見埃及，埃及有糧喎，因為約瑟管理得好好嚇。結果咧就埃及仲係好豐盛。結果雅各就同啲仔講，同嗰幾個仔講話：不如咁啦，你去埃及去糴糧啦嚇。然之後創世記42章6節嗰度話咧，當時治理埃及地咧就係約瑟，挑糧俾嗰地嘅眾民咧就係佢，挑糧即係賣糧俾佢嚇。約瑟嘅哥哥咧就嚟到啦。嚟到，然之後咧就向約瑟下拜。大家記唔記得禾捆嘅夢開始應驗？呢個時候約瑟用咗好多方法去試探哥哥，因為佢認唔到佢啦嘛嚇。咁可能成日都唔夠膽直接望佢哋，都耷低晒頭。結果就約瑟都用咗啲方法試探哥哥，然之後咧仲叫哥哥咧相繼咧就帶埋佢嘅親細細佬。然之後帶埋爸爸嚟見佢，中間其中爸爸未嚟之前有一幕都幾感人，就係約瑟咧就問啲哥哥屋企點，因為約瑟都好想知呢22年嚟屋企過成點。結果其中猶大喺經文裏邊就講咗佢哋屋企啲嘢啊咁，然之後就有幾次提及到父親，有幾次提及到爸爸。咁你諗下，一個離鄉別井咁多年嘅人，聽到哥哥提佢所愛嘅爸爸，佢自己突然間大喊咗出嚟，喺個皇位上大喊出嚟。大家諗下嗰陣時個鏡頭都幾得意。咁下邊嗰幾個哥哥應該都唔知發生咩事啊！我講我屋企啲嘢，我都未喊，你做乜大喊出嚟咧？咁樣，跟住突然間約瑟就話：我就係約瑟啦！咁話都幾戲劇性喎嚇。嗰陣時唔知有冇行雷咧，即刻一行雷我就係約瑟啦咁。我諗。你係兄弟，你驚唔驚啊？梗係驚啦！當日抌完佢落坑，仲喺隔離食飯喎，喺度飲茶喎咁。結果聖經話
你哋唔使驚，即係約瑟同佢哋講，而家唔好因為你哋賣到我呢度而自憂自恨。呢個係神在你哋以先來為要保存性命，即係我係要保存你哋嘅性命。我諗嗰陣時佢哋聽到呢句說話，佢啲兄弟都鬆咗一口氣。約瑟自己總結佢嘅經歷喺第45章7至8節咁樣講，佢話神差我在你們以先來，為要給你們存留餘種在世上，又要大施拯救，保存你哋嘅性命。第2節，這樣看來，差我到這裏來的不是你們，乃是神。佢又使我如法老嘅父，作佢全家嘅主，並埃及全地嘅宰相。相隔咗22年，約瑟終於再一次父兄團聚。佢同雅各，讓雅各享咗呢個天倫之樂17年，雅各就去世啦。當雅各去世嘅時候會點呢？當雅各去世嘅時候，你估有冇啲人會騰雞呢？大家岌頭喎，原來佢啲哥哥好騰雞。點解呢？因為佢啲哥哥就驚當日爸爸仲喺度，咁約瑟咪對我哋網開一面咯。而家爸爸一走，會唔會茶就涼呢？佢哋好驚，結果佢哋真係走去揾約瑟。其中一句佢同約瑟咁樣講，佢啲哥哥仲要借翻爸爸嘅名啊！佢話嗱，約瑟，爸爸在生嘅時候咧講過㗎。講過咧就話咧，你咧就算佢唔喺度咧，你都要待我哋好好噶咁。你係約瑟，你聽到你都會唔開心啦，係咪啊？即係呢17年嚟，唔通你唔知道我已經原諒咗你咩？不過聖經講得好好啊，聖經就話你哋願意人怎樣待你們，你們也要怎樣待人，就係因為佢嘅哥哥一路做咗太多衰嘢，佢以為你都會做衰嘢，或者話佢哥哥一路都唔安樂，所以都提醒我哋真係唔好做衰嘢。如果唔係嗰種嘅內疚或者嗰種嘅驚，一路隨住你嘅人生。雖然約瑟我相信會好傷心，因為聖經話佢都喊咗出嚟，因為哥哥唔信任佢，哥哥用小人之心去度君子之腹，但係佢都仍然，聖經話用親愛嘅話去安慰佢哋。創世記50章19至21節咁樣講，約瑟對佢哋話：不要害怕，我豈能代替上帝呢？從前你哋嘅意思係要害我，但神嘅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存許多人嘅性命，成就今日嘅光景。哇！佢嘅胸襟好闊，好闊。佢話我唔可以代替上帝。好啦，約瑟嘅經歷講到呢一度。無論佢人生經歷幾多，有一日佢都要離開。頭先我哋讀嘅聖經話，佢110歲走咗。佢走之前同埋走之後，都好似佢爸爸對佢嘅祝福一樣，多結果子嘅樹枝。今日我用咗較長時間同大家去講約瑟嘅成長。我唔知道大家你一路講嘅時候，我一路講嘅時候，你有冇諗起一啲嘅人？一啲人可能曾經傷害過你，或者你有冇諗過一啲人係好偏心嘅？唔知你有冇遇見過呢？偏心嘅人，或者大家你自己係咪偏心嘅爸爸媽媽，或者係咪偏心嘅阿爺阿嫲阿公阿婆？或者話你自己有冇遇過一啲滿有私欲嘅人？或者話你自己係咪一啲有碗話碗有碟話碟嘅人？有冇曾經俾人排擠？或者話你有冇曾經俾人傷害過？有啲人都岌頭。我相信我哋好多人都可能俾人傷害過。嗱，如果我哋俾一啲擺明係衰人嘅人傷害呢，我哋冇咁痛嘅，因為預咗啦嘛。佢唔傷害你，你仲驚？你仲心諗，喂，你幾時傷害我㗎？你係衰人嚟㗎。但係最傷嘅係俾一啲我哋所愛，好似約瑟，俾自己嘅親阿哥又要打又要殺。我哋嚟學下約瑟點樣去度過呢啲嘅難關。
約瑟嘅處世之道，我覺得最好嘅，我哋要學嘅第一樣就係要懼怕上帝，即係敬畏上帝。好多人做咗好多衰嘢，就真係成日當上帝冇到。約瑟自己做一個好嘅榜樣。當佢受引誘嘅時候，佢話：我怎能作這大惡得罪神？同樣喺聖經裏邊，佢話到俾我哋聽，我哋要敬畏神，一啲都唔係負面嘅。我哋唔係淨係怕上帝，我哋仲要尊敬上帝。喺申命記6章24節嗰度話，佢話要敬畏耶和華我哋嘅神，神會使你常得好處，好似約瑟一樣。另外詩篇25章15節，佢話邊一個敬畏神，邊一個敬畏耶和華，耶和華必指示他所選擇嘅道路。特別各位年青人，如果你成日都話：哎呀，我唔知點樣行前面嘅路，我唔知點樣揀，我唔知點樣侍奉。第一個嘅竅門就係返去敬畏耶和華。聖經話耶和華會指引你嘅路。而箴言3章5至7節，佢話喺第7節，你哋唔好自以為有智慧，要敬畏耶和華，遠離惡事。呢個係好基本嘅一個大原則。但係如果我話我哋要學約瑟一樣，特別做工嘅朋友，或者特別我哋隔離有隔離鄰舍嘅朋友，我哋做好一樣嘢就係行為嘅見證。我哋成日睇好多電視劇，特別以前嗰啲無線嗰啲劇集咧，好多時都講到咧，開頭咧嗰啲角色咧，有啲係好純品嘅，好好嘅，好勤力做人嘅。點知突然間有一次，即係好似新紮師兄咧，阿周潤發咁樣咧喺內地嚟到嘅時候咧，本來好好嘅，好老實嘅咁樣，結果有一次，哎呀，佢因為去買嘢，人哋唱錢，俾咗張假嘅500蚊紙佢，結果就好勞氣啦，搞錯點可以咁對我㗎咁樣，跟住結果啲人咁衰，好，我又走出去用翻呢張假500蚊紙，又諗住呃翻人，結果就有好慘嘅遭遇。我哋有時會唔會，當我哋喺職場喺做隔離鄰舍嘅時候，隔離啲人對我衰，同事對我衰，做咩蝦我？以為我好恰啊咁，跟住自己又做翻啲衰嘢去做翻佢。但係約瑟話俾我哋聽，聖經話俾我哋聽，唔使嘅，唔使嘅，你要做好你嘅本分。所以佢賣到去做僕人嘅時候，佢俾人哋高升，就算坐緊監，佢都繼續要做翻好自己。佢嘅原則就係人哋衰，我都要敬畏耶和華，因為聖經話喺第41章38節，佢話神嘅靈同佢同在，希望我哋都一路求神嘅靈同我哋同在。最後，約瑟係以德報怨嘅約瑟。當頭先我話邊一個浮現喺你嘅腦海裏邊，有冇一啲人係陶造咗你，讓你有今日？你嬲咗佢好耐嘅，你嬲咗佢好耐。幾個禮拜前，我同一位弟兄，本來唔識佢嘅，佢喺 Facebook 嗰度認識我，之前聽過我講道，然之後約我喺 Richmond 嗰度飲下午茶，講咗好多嘅事情。佢話佢好嬲佢姐姐，嬲咗13年，佢話我冇見過佢，冇聯絡。我嚟咗溫哥華，佢喺香港。我話不如咁啦，因為我感受到佢好多怒氣，因為佢本來都一路傾偈都好溫柔嘅。結果佢一講佢家姐咧，哇！成個樣變晒。跟住話不如咁啊，第一步我鼓勵你為姐姐祈禱啫。我話祈禱啫，乜都唔使做。跟住一口就話唔得。我話點解？我冇時間。我為自己祈禱唔好。當佢咁樣回應嘅時候，聖靈好似對我一個提醒啊。聖靈就話提醒我：咁你嬲嗰個人，你為佢祈禱未呢？你嬲嗰個人，你為佢祈禱未呢？嗰一刻我真係未喎，我話我唔得，我唔為佢祈禱住。我自己都係咁。結果唔知係咪聖靈嘅安排，跟住咧我又去一個弟兄去探訪佢，然之後咧嗰對夫婦咧就講下其他嘢，跟住又講，佢話女傳道啊，你都要為你嬲嘅人放低喎咁。哇！跟住好似即刻毛管戙咁啊！跟住，哎呀！我心諗好啦，咁我今晚咧就為佢祈禱啦咁。因為喺我個 Facebook 裏邊，喺2016年12月30號，我喺 Facebook 寫咗呢段説話。
我話2016年係由失望轉為盼望嘅一年，因為前半年失望透頂，下半年恩典滿滿。我話點解有失望呢？失望係因為一啲我應該覺得獲尊重、應該覺得信任嘅人俾我嘅，即係話我原本覺得佢係我好信任、好尊重嘅人，但係俾到我極度失望。但係感恩有盼望係因為仍然有上帝，同埋仍然有一班真心為主盡忠嘅弟兄姊妹俾我嘅，即係你哋。咁我唔想喺 Facebook 寫到咁肉麻啦，係咪？咁但我真係諗到仲有一家人係同我一齊。所以當我預備呢篇講章嘅時候，我第一個就諗起約瑟。上帝透過約瑟再一次提醒我，可能呢一班人，你好憎嗰班人，原來就係陶造你有今日嘅光景。而的確係喎，所以我真係可以為佢禱告，我可以為佢而感謝上帝，因為就係有一班咁嘅人，而令到我可以有幸企喺度同大家分享，我有咗你哋。我知道如果我哋要做到靈命更新、愛主更深，我知道我自己首先要識得放低。如果唔係，我成日講親道都話叫大家原諒人，而我自己就心裏邊仲有一大條梁木喺我心裏邊，所以我開始為佢哋禱告。今日我唔知道過去啱啱40分鐘裏邊，你有冇一啲人？你係一路放唔低，因為佢做咗啲嘢，你點都接受唔到。但係今日做到最後，我會邀請大家一齊祈禱。首先去為佢禱告先，咩都唔好做。但係如果真係未得，你就求上帝俾你有嗰個感動，去為佢哋去禱告。去為自己禱告，我哋一齊有個結束嘅禱告。呢一刻，好想你自己首先有一個好短嘅安靜時間。當我哋回望約瑟嘅一生，其實約瑟都解釋唔到點解有咁嘅遭遇，但係去到最後，佢嘅總結就係原來一切都係上帝嘅旨意，讓佢有今日嘅光景。原來當佢一路去俾人哋帶到唔同嘅地方，原來喺唔同嘅地方，佢真係學到唔同嘅嘢，讓佢一路裝備到可以成為宰相。今日你能夠坐喺呢度，原來真係有好多人成為咗上帝嘅工具，讓我哋可以有使命浸信會，讓我哋可以坐喺呢度，可以一家人去敬拜上帝。我哋唔知前邊嘅道路係點樣，我哋唔知道有幾亨通，我哋唔知道有幾崎嶇，但願意我哋學習約瑟，喺任何時候都敬畏上帝。喺任何時候，只要我哋覺得嗰樣嘢係惡嘅話，我哋一定要記得，我哋唔可以做這大惡去得罪上帝。同樣喺我哋自己嘅工作嘅地方，喺我哋同人與人之間嘅相處，我哋願意盡量做好自己。就算個環境係惡劣，就算我哋俾所有人排斥，我哋仍然要堅持，我哋係一個基督徒。我哋願意用德嚟去報怨，我哋願意用親愛嘅說話去為嗰啲得罪我哋、傷害我哋嘅人禱告。讓我哋有呢個胸襟，讓我哋有呢個美好嘅見證。我哋咁樣嘅禱告係奉主嘅名求，阿門。